各位兄弟大家好早，大家平安啊！咱今日要来建立亚里米书、亚里米哀歌的这个讲坛。现在早起咱要来请助于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谢祈祷。好，各位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伫清早起，阮各一届来到你的面前，要领受主你的话语，恳求主赐予阮有好的精神甲专心，同时嘛赐予阮有对主来的智慧，会明白通达，将圣经的真理伫生活中行出来，互阮每一人成做一本活活的圣经。我要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主，恳求主你甲阮同在。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伫这个亚里米哀歌，会当先来对这本短短的册做一个背景的了解。哀歌是伫这个圣经的古卷当中的亚里米书本来是合做一本哦。然后，但是伫这个新约，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就是74译本呢，才单独分出来，将对一卷册。亚里米伫约西亚王的时代做哀歌，所以咱伫读伫历代志下关的35章，遐有讲到这件书，所以这本册嘛，叫做亚里米书的第2本，卷2。伫这本册内底，哀歌是为着哀靠这个耶路撒冷受毁灭来写的。亚里米哀歌拢总5章，一章就是一首诗，每一章都是一首诗，所以拢总有5首的诗，是有关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旱热，甲人民受掠的哀靠的诗歌。哀歌的中间有真侪悲伤的话，但是又愿表达对上帝的信赖，甲对前途的一个望。后来犹太人因拄着国家的国难的时阵，因拢会伫敬虔甲哀哭的中间，来唱这首诗歌，拢会毋是一首5首，就是这整卷耶利米哀歌，特别是伫因的这个圣殿被毁日，就是犹太历的5月9号，咱已经讲几啊摆，因拢会来唱这首歌，然后将耶利米哀歌对第1首来唱到第5首这个伫犹太人的圣经卷呢，因是将这个哀歌、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放伫这个所在叫做节期诗，还是5节日的书卷。伫这个这5卷的册呢嘛，叫做5圣卷5圣卷。就是路德记是讲到上帝的恩慈，雅歌是讲到上帝的爱，传道书是讲到上帝人生的这个忧愁，亚里米哀歌是讲到人的受苦，以斯帖是讲到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个本册呢，他们会在不同的节期来唱，会拿出来用。甲这个基督教的这书卷，那是甲这个耶利米书看的大先知来对所以赛耶哀节旦其实耶利米哀歌很短，只有5章5首诗歌但是放在大先知是跟着耶利米书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其实亚里米哀歌如果没有耶利米书的话呢，耶利米哀歌是会一个很出色的一个著作但是因为有耶利米书在前面，反而是让耶利米哀歌的重要性呢就被盖过所以咱真罕得将哀歌提出来读但是犹太人是每一年因伫这个犹太历的5月，就是阳历的7月到8月因来唱这首这个耶利米哀歌这个5卷呢分别代表5个节期雅歌是在逾越节来唱是代表一种这个像雅歌所讲的我的家我的美良人起来与我同去，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所以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搬过节五旬节是摕这个路德记出来读路德记是犹太历3月阳历的5月是的五旬节就是咱这摆圣灵降临节。那拿俄米跟他的儿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路德记写作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在五旬节那个时期。而圣殿被毁日就是耶利米哀歌犹太历5月阳历7、8月伫耶利米书咱昨读的52章这个部分讲到迄个时间真清楚总是耶利米书是写5月初10日
犹太人是用5月9号好来做纪念，在这个第一个圣殿和第二个圣殿被毁都是同样的日期啊，这个嘛有讲过。祝棚节呢是读传道书，好就是虚空的虚空，好是爱人，好怎样讲这个地球的一切，好嘛都是短暂云烟，所以伊毋是住伫家己的厝，是住伫寮啊，好住大寮啊这祝棚节，就是互因知影这个地上所徛起的所在，不过是地上的帐篷是短暂，雨如云烟。然后这个传道书第5章嘛是讲，上帝所赏赐的，互咱伫一生的日子中间，人食快乐，伫享受伫日根下面落得来这个好处，这是伊的份野，也是上帝赏赐人的丰富，互伊有食有亲有因啊，这是上帝恩典。普尔节，就是以斯帖记，就是伫这个犹太历的12月，是伫西洋历的2月到3月。这就是因的犹太人的过年，这是伫咱的这个春天的时阵，所发生这个故事亚利米哀歌这首诗呢，5章，咱若甲很过看到讲，每一章都是22节，只有第3章是66节，就是22乘以3，这是一种的离合诗，离合诗嘛叫做是字母诗字母诗就是对这个阿列bet gamel 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总共22个，希伯来文没有母音，没有 r e u a o， 所以它都只有子音。然后伊就是用这个每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来写每一节，每一节的开头，所以它的开头那个字就是从阿列开始，然后第二个节的第二个字就是从字母bet 开始第3节就是 gamel 这样子来开始，所以这是字母诗，所以其实咱来看到耶利米哀歌这首歌是充满了哀伤的感情，但是呢，咱来讲他怎么都还可以写出像我们英文的 A B C D 或是注音符号的 b p m f 这样子的写诗方式，其实当理解就是讲，因为他可能在国家战乱灭亡灭亡的时阵呢，心内非常的忧伤到伊的头壳无法度去经历写著作，所以他只能够按照 A B C D 按呢来写，来引导他的思绪，所以呢 A 伊就做一个 A 的单字做这首诗的开始，或是 b p m 就用 m 来做一个这个字的这首诗的开始，这个所以按呢后来让理解，所以咱来看第一章就是阿列，第二章就是 bet。希伯来文是从右读到左，所以伊就是用安尼，然后有个开头，安尼伊就当从他的心里面一些快要满出来的思绪，就是把它继续的写下去。所以伫圣经中间的字母诗、离合诗大部分都在诗篇9到10篇、25、34、37、111、112，最有名就是119那它是每8节乘以22就是176节所以它每一个字母就用8节然后这诗篇145箴言度假人款嘛是一样它是从第10节到31节就是一个字母的呈现那耶利米哀歌1、2、3、4都是这样只有第5首它就不是用这样的字母的方式跟我纳鸿书呢它的1到10节当中用了前15个字母但是没有按照规则所以这是关于耶利米哀歌是一首离合诗耶利米哀歌第1章到第2章也是讲到耶路撒冷受击杀，然后我们可以读到这个诗里面呢，它的主词第一首是用他女性的他，然后后面变成是我第二首呢的主词是他这个上帝的他然后呢后面也会讲到这个你然后第3首诗呢是讲到上帝的信实极广大所以它的主词是我那他看第3首发现几乎每一节都出现我第4首诗也主词呢是他们变成我们第5首诗呢主词就是我们所以他你我们他们我们所以每首诗的主词不一样伊所代表意义就是倾覆耶路撒冷的这个败坏倒坏到这个希望但是最后呢又陷入在这个现实当中眼前当中就是一个败亡所以这样嘛从这个字母诗让我给它下出来
好，所以咱这个五首诗呢，好代表5个这段落，好哀悼圣城的hand乐来哀叹上帝公义审判下面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第3首是仰望上帝的信息，好，然后甲第4首、第5首，好，这哀歌。好，咱就是来读好今日这段耶利米哀歌的第1章，好，请出于长老带咱读这个对第1节，读到11节1到11节。好，哎呀，这个早前人替人的城市，现在既然芳远；早前伫列国受敬重的，现在既然亲像寡妇；早前伫城市、逐城市最旺富的，现在既然落魄甲最奴隶。伊规暝哀哭，满面目屎。早前的爱人，现在无一个来安慰。伊的朋友出卖伊，变做伊的对敌。犹大流亡伫外邦，受苦做苦工，因住伫列国，袂当安然徛起，因受围困，无路逃脱。通到锡安的大路哀伤，因为无人来过节，所有的城门荒废，祭司哀叹，笑怒悲伤。锡安郁卒痛苦。伊的对敌变做主人，伊的仇人欢迎赏识，因为伊一遍搁一遍背叛。上主互伊受苦，伊的囡仔互对敌掠去。锡安的荣华已经消失，伊的领袖亲像找无草场的路，因闪避追击因的人，毋久无力通走。耶路撒冷困苦流浪的时，回想伊早前的荣华。伊的子民落伫对敌的手头，无人救助伊。对敌看见伊沦陷，讽刺取笑伊。耶路撒冷犯大罪，真侪人的笑柄。早前尊重伊的人，看伊现在赤身裸体，就藐视伊。伊家己哀叹，见笑走去避。伊的误会过着伊的群。伊毋捌想到家己的结局。伊的对路，互人惊吓，互人着惊。无人安慰伊，上主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我的对敌在对我唱秋，对敌伸手抢夺伊全部的财宝。伊看到外族人侵入圣殿，就是上主禁止因入去的所在。黎明哀叹吐气，四过找食，为着救性命，摕财宝换食物。上主啊，求你压落看，看我变做这么悲惨。好，多谢。好，咱看到伫这个中文的翻译到，好是将这个耶路撒冷形容是一个沦落，本以从前是诸省之后，现在却沦落为奴婢。好，所以这个台语是讲伊啊，伫中文就是女性的她，好，每一节都可以看到，好，这个女性的她就是将耶路撒冷好定位成一个沦落的一个女性啊。伫古约的这个希腊文就是74译本呢，好，以及这一卷书的前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以色列被掳后，耶路撒冷城荒凉，耶利米痛苦坐着唱了这哀歌，平调耶路撒冷啊。好，所以但是伫希伯来文无这个好所以咱台的圣经也都没有这个好，那这个是很明显是74译本的翻译者把他们加上去。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哀歌呢，好，从头到尾都是耶利米坐着哀哭的时候所写的。好，那因为耶利米哀歌嘛，没有其他的作者人名出现，好，所以都是认为这是亚利米收下来。好，那是亚利米下来时阵呢，好，那代表什么呢？好，耶利米他不仅是先知，他还是个诗人，而且这个哀歌呢，还不是这个只是拿来念的，是拿来唱的。好，所以他还是一个音乐家，就是一节歌唱家。好，所以先知耶利米呢，好，伊将伊这个心内底的这个苦呢，好，甲伊来唱出来。好，伊通过这个离合诗甲字母诗的时阵呢，好来看见。压力来表达伊的这个心内底的这个忧伤。好，所以第一首诗呢，好，伊就是心内底耶路撒冷，好，是一个本来好是一个大王后，即马亲像却像寡妇一样的寂寞。然后呢，好，伊真做是一个去出卖的人，他的朋友出卖伊，变做是伊的对敌。伫这个犹大流亡的时阵，好，伊呢变做是可怜，无人来。这个本来是这个3大节，耶路撒冷充满了
各地回来过节的人，起码呢，连这个3大节呢，好，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呢，都没人来，好，所以呢，变做是一个这些好哀叹，就是失业、少女悲伤，好，就是城门冷落、西安好不足痛苦啊，变做是一个真悲哀的所在，好，所以。因为因的人拢向掠去西安的这个欢迎嘛，去互消息，变做是因一个留落来是无力通走的人就是像我们读耶利米书，最后被尼布甲王还有这个尼布甲王的将军尼布撒拉旦留下来，都是迄个无袂当行路的，上在送乡的，没有办法去到巴比伦的，都是留在迄个所在人，所以这个亚利比书赶快变做因的踢球。就是第8章讲是因为因犯罪因犯着罪，得到上帝的这个生气，所以因家己直接哀叹，好嘛，更小遭气味了，好，所以现在中文译本也翻译说，在羞辱中不敢露面，罪大恶极，一生的肮脏就是我们从耶利米书知道，耶路撒冷被审判的原因，就是因为拜偶像，再来就是他们不公不义，再来就是他们违背上帝的约，还有再来就是假先知这的罪，因为误会，割掉因的棍，所以因拢伫遮的哀伤的中间，去对着来唱秋对着安怎讲呢？对着讲因拢甲上帝求了，所以底下有一个字就是求，求你看我的苦难所以现在中文本说他才呼求，没有人可以安慰他，他的仇敌获胜，他才呼求，所以伊真正去进前应该祈祷时阵无祈祷，但是去上帝驾时管甲甲紧歇歇的时阵，伊才真正开始来这个呼求上帝总是伊的这贵当中叫向退去，因的命嘛，伫要无去，所以因变做这样凄惨加讲就求你阿乐看我变做这样凄惨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祷告，就是一个看到一个妇女的祷告。好，刷加12节到22节，各请出一张老传咱来读。22节到22对。好，谢谢。恁这的过路人，恁敢拢无要紧？恁四面观看，点有人亲像我安尼受苦楚？这是上主大受气的时，互我承受的痛苦。伊对顶面钢铁伫我的骨头内面在烧，伊设罗网伫我的骹，互我跋倒退后。伊放我孤单，互我规日悲惨。伊将我罪过的担绑伫我的颔棍，互我精力打去。主将我交伫我无力对抗的对敌手中，主击杀我所有的勇士，伊调一大军攻击我，夺取我的少年人。主吞掉我的人民，亲像伫酒窟打葡萄共款。我为着这个尸体哭，我的目屎直直流，无人伫身边安慰我，无人互我搁再得到溃烂。我的人民孤苦无助，因为我的对敌弹压我。谢安春双手祈求，毋过无人安慰伊。讲到雅各，上主已经下令，使周围的人诚做伊的对敌，因将耶路撒冷看作误会的物。上主公义，毋过我违背伊的命令。万国的人民，请听，请看我所受的痛苦。我的少女，我的青年拢受掠去。我甲朋友求援助，毋过因欺骗我。我的祭司甲长老坐遮，要救性命，煞断开死伫城内。上主，你看咧，我遮尔不幸痛苦，我的肠仔滚甲，我的心肝结规球，因为我大大背逆，伫街路有伤杀，伫厝内有死亡。人听着我嗨惨，毋过无人安慰我。对敌听见我拄着的灾祸，拢因为你刑罚我来欢喜。愿你宣告我的日子来到，互对敌甲我相款受苦难。愿你看见因所做的邪恶，甲因刑罚，亲像你因为我的罪过刑罚我相款。我因为哀叹无煞，我的心神碎烂。好，多谢
第二段对12节，一直到结束，就是这首诗的一半后面11节，本来是前面都是第三人称，现在呢变做是第一人称是我，这个我是谁呢？我就是写这首诗的人，所以嘛是耶利米伊亲目睭在场，伊就将这个耶路撒冷受毁灭的过程，安尼来形容出来，当时伊表达是伊，比如讲伊伊心内的苦楚，所受的苦楚，然后这是上主大受气的时，互我心受的痛苦，上主震怒和本翻成太他发烈怒的日子。所以从第1章到第5章，每一周拢会当看到这个字出现，就是上帝发生气上帝大生气，上主震怒发烈怒，所以他每一章拢有看到上帝的这个主题，所以因知影这是上帝，这个上帝已经变面啊，所以上帝生气，才有滴到后壁这个代志，降火来烧，互伊的罪过会担，北地的阿妈滚，然后来气煞勇士。调集大军来攻击，对取少年人，亲像在打酒曲的葡萄同款，所以伊为着这个代志，直直哭，目屎直直流，总是无人通安慰，嘛无人互伊个得到溃烂，所以真正是往死里去同款。谢安顺枪手来祈祷这个伸出双手伫原文的中间是做伸出双手但是遮有。现代台语甲当作是祈求啦，祈求，来总是呢无人来甲伊安慰，四周的人呢，总是拢变做是伊的对敌，但是18节，才有一个宣告，就是上主公义，毋顾我违背伊的命令所以伊最后检讨毋是检讨上帝，所以这耶利米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但是咱看到这个耶利米书，这特别是西底家王，有3摆甲耶利米在要对话的交接这个交手的过程当中，伊无承认上主是公义伊拢最后用家己的意思，所以伊遮受的苦痛就是伊的少女、伊的青年拢去互人掠去，所以甚至。伊甲朋友来求援助的时阵，阁去朋友来欺骗我的这些长老要找食，要救性命，煞断开死伫城内所以盟友就是可能指埃及，这个巴比伦大军攻打这来时阵，这列国甚至摩押、以东、亚门，伫边过来抢伊联合巴比伦来打他们。上主你看咧，我遮尔不幸痛苦。等加滚，心肝给归球所以这个台语的翻译，总是咱很熟悉的这个台语，变做是现代台语，真容易来明白了解，所以伊的这个人听到我嗨嗨声，毋过无人安慰我，所以这就是伊四周的列国，只能够眼睁睁看着耶路撒冷的沉落和沉沦这个圣殿对中军这个要我400年前300多年前，所罗门王起来这个圣殿呢，即马拆甲拢光，拢无看到。但是呢，最后才有一个祈祷，第21到22，万历宣告的日子来到，对敌甲我相款受苦难，就是伊原来有一个5万，这个就是上帝的日，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为什么被掳归回呢？就是巴比伦沉落了，巴比伦沉沦了，这个巴比伦就波斯灭掉了。所以这是伊的祈祷，但是耶利米因为伊知影有一个上帝时间，所以伊直接有讲出这祈祷，20讲愿你看见因所做邪恶，甲因刑罚。所以这呢，咱嘛是伫耶利米书的第50章、51章讲到巴比伦的时阵，这拢讲伫遮，上帝你因为我的罪过刑罚我相款就是怎么样，他们怎么对我，上帝你们怎么对他？我因为哀叹无煞，我的心神衰烂，所以这是耶利米哀歌的第1章，来讲起到上帝，伊的这个不是上帝，讲到这个诗人，伊的这个哀怨，主题就是灾祸，再伊来形容这些的灾祸。总是伊嘛有讲到，这个原因就是上帝公义是因家己的犯罪，所以从女性的她变成自己所以伫今这首诗中间，互咱看到
这个耶利米哀歌的希伯来文第一个字啊，好是哀啊。现代中译本没有这个字，好，那我们读和本有一个哀，好哀，好，那是一个惊叹词，好，在希伯来文就是 how， 好，太安呢，好，怎么会这样？好，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书名，好，希伯来文的书名都是有第一章的第一卷的第一个字，好，头一字啦，好，所以是一个哀叹词。哎呀，好就是奈安呢，好奈安呢，好，这就是希伯来文的耶利米哀歌，好奈安呢，好其实因就是在等去想，好奈安呢发生这个代志。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好，多谢处理长老，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过读圣经，读着耶利米哀歌。互阮知影，阮所拄着的拢是个代志，不管是悬还是低，顺境还是逆境，拢是上帝你所定着。互阮明白这个万汉事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也互阮伫信心的带领下面，互阮会当来看明白逐项的事，互阮知影安怎样来活出上帝你所喜爱的生命。也当阮受到苦难，还是受到罪恶，还是受到不公不义的对待时，求主怜悯，也帮助阮，互阮会当轻调主，用主的智慧来回转，来悔改，来登到伫上主你的面头前。主阮也将阮今日一天的时间恭敬交托，愿上帝带领阮每一个人的脚步平安稳当。安尼献上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大家平安。